什么是自然施作？詹前轩的自然农场利用植物共生原理，葱也能成为防虫的护城河。因为它有辛辣味，所以它这边吃一吃，它不会过不了这里。它不喜欢这个味道，它就不过去那边吃了。菜田中总保留着野草怒长的空间。詹前轩和妻子不愿意用农药，只好用手拔。前几年真的是很苦哎，贷款付不出来，这个都是贷款来的，然后货款在哪里？会害怕，紧张，这是当老婆人会很错愕啦。直接触摸土壤，烈日下弯腰，对这对年轻夫妻档而言，菜不只是菜，是梦想的实践。所以愿意舍弃都会繁华，笑看别人眼中的愚钝。这种真的是脚踏实地，它会从一步一脚印，然后再就是说种子慢慢发芽，但照你采收的过程，整个过程都是你参与的，那种喜悦是没办法去形容它的。我蛮喜欢这种感觉啦，尤其是说当你从苗哇死了，再种一次。丈夫的农夫梦，妻子无条件支持，连饲养的鸡都好像有灵性般的当起啦啦队，栅栏一开，自动当除草大队。无污染的环境，蔬菜生吃，没有孤寂，也获得认证和百货通路的肯定。所以年轻夫妻的农夫梦一开始真的很艰辛，可是走到现在，你要不看有支持吗？你们的家人有支持你吗？有，记得懂支持。现在很支持，现在很支持，有记得懂支持。看到了这对客家夫妻在自己的土地上胼手胝足，真的打造出了一个理想当中的有机园地，而他们更大的快乐来自于大家的肯定，也提供了健康有机食材，照顾更多人。nhà bậc thang有支持吗？有，记得懂支持。nhà bậc thang有支持吗？有，記得懂支持。